首先咧，第一樣要講係沙棘嘅功能啦，咁真係有10幾種功能，但我概括叫做有呢度係10種功能嘅，增強免疫力啦。所以啱啱講Ada 講得好啱啊！我自己每日都叫小朋友飲啦，我自己為貪靚，我每日飲3包啦，因為1包就免疫力，跟住再飲咧就其實消炎，再飲咧其實就係令皮膚美白同修曬毛孔嘅。喂，熄咗。我講緊嘅係宇航人嘅內蒙古嘅小果沙棘啊，因為有好多朋友咧，其實會攞其他品牌同我哋比，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沙棘，包括俄羅斯、包括寧夏、包括雲南、包括新疆，其實都有沙棘，但係只有內蒙古嘅沙棘係叫小果沙棘，能夠令到佢有428種嘅營養物質。咁所以除咗增強免疫力啦，係保護我哋心腦血管啦。抗氧化自由基啦，頭先都睇到佢嘅抗氧化功效非常厲害啦，而且佢係可以修復傷口、減輕一啲胃炎、胃潰傷嘅情況，包括係一啲傷口界損咗咧，佢都會加速個修復嘅。咁而且因為佢有花青素啦，佢亦都有 Omega 3、6、7、9啦，所以佢哋都係保護眼睛。又冇咗喎。花青素咧都係針對眼睛啦，特別防眼光啦。我哋都市人咧其實都大量咁樣去使用呢個手機同電子產品，而且沙棘點解我哋會叫宇航人、太空人呢？其實講到尾咧，因為沙棘係抗輻射嘅。咁第一個發現沙棘抗輻射嘅俄羅斯人啦，所以佢嘅俄羅斯太空人係最早期同沙棘去抗輻射嘅。咁頭先提到啦，加速傷口愈合啦，預防糖尿病啦，因為佢係可以控血糖，大家都識咗，對肝臟排毒好好嘅喎。咁加上可以消炎，所以點解我有好多朋友咧用咗沙棘系列咧，其實一啲炎症啊、一啲皮膚啊，甚至一啲痛症咧，都有一個好大嘅改善嘅。呢個垃圾袋。咁下一頁啊，唔該。咁所以咧，我哋一系列嘅沙棘產品咧，基本上都有頭先講嗰紮功能。咁我哋點樣去搭配？點樣去推薦俾身邊嘅朋友咧？咁我通常都會以一個沙棘油為出發嘅，因為沙棘油嗰佢個濃縮度好高啊！佢係由沙棘子提取一個沙棘油。咁佢能夠做咩咧？喺個盒身咧，你自己可以望下佢個盒上面都寫明係調節免疫同埋調節血脂嘅喎。因為其實國內好多產品係唔敢寫功能嘅，因為驚政府告啊嘛。但係點解佢咁夠膽喺個盒段咁寫咧？因為佢真係有好多權威嘅醫院啊，好多認證啊，話佢真係能夠做到調節呢個血脂、降膽固醇喎。咁亦都係同時消炎啦，預防心血管疾病啦，保護肝臟啦，寫錯字啊！跟住加速修復傷口啦，同埋改善心肌功能同抗血栓形成嘅，咁同埋抗血糖。咁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個朋友有啲年紀，可能家族上都有啲心血管疾病，或者佢平時都係夜瞓啊、飲酒啊，都擔心有心血管問題，你特別見到佢抗血栓形成，點解我哋會通波仔呢？其實就係個血管裏邊嘅血栓累積咗，跟住又膽固醇高，啲血會偏結，血脂會偏高嘅時候，啲血又結，個血管又唔乾淨嘅時候呢，佢通唔過呢就會爆咗就係中風啦。咁另外一個點呢，最近接連有啲 case 呢都想同大家分享，都係有啲年紀嘅，佢哋有時突然間呢會唞唔到氣啊，覺得個心好似絞痛啦，或者突然間見暈啦，或者呼吸好不暢啦，其實呢啲都係有可能中風嘅先兆，嗰個 moment， 所以好小心。其實我最近係叫我媽媽袋住一罌係唔睇身嘅，因為佢左輪都係突然間有啲 issue 啦，我都好擔心係一啲腦血管嘅問題。咁因為佢中間有一個叫一氧化氮嘅成分咧，同埋精氨酸咧係會擴張血管嘅。咁如果係一個咁急性，突然間哇個心口好痛啊，唞唔到氣啊，唔順啊，咁你即刻熄咗，咁你即刻咧口咬爆10粒咧，佢會即刻經脷底黏膜吸收20秒入到血液，幫你即刻大力擴張血管，咁你就會通翻嗰一下咯。有時如果嗰下通唔到咧，佢夾硬衝唔過咧，個血脈搏嗰個血咧就會爆咯，爆你就即刻入院，就係所謂嘅即係通波仔㗎啦，3中風。咁所以咧點解我叫我媽媽咧就真係袋住一樽喺身當平安藥救命丸咁樣，因為佢可以即時擴張血管。呢個好處，咁而每日使用量我哋會飲幾多食幾多咧？叫做嗱，跟個盒身佢叫你早5晚5粒嘅，講真，因為佢真係針對中高年紀個血管可能都有啲問題，
但我自己咧通常就會睇埋佢自己個身體狀況啦，同埋你有冇食其他生激系列嘅產品啦。因為始終如果你話喂食好多咁，即係個脾肺會重啲。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唔係啊，我照咗已經話三高好犀利啦，甚至3條血管塞2條，咁唔該你頭1-2個月真係5+5啦。我哋一般嚟講咧，如果有三高狀況咧，最少都3+3嘅，即係早3晚3啦。但係我自己因為有幾個系列嘅生激咧，我就早2晚2當係一個叫做即係維護健康嘅狀況啦、預防啦。咁亦都要留意一點啊嚇，最近都差啲有啲 issue 就係大家要注意，生激油係用牛骨粉膠囊㗎。如果你個朋友食齋咧，就唔好推薦佢食生激油啦，就要推薦佢食番茄紅素生激啦。咁另外咧，點解呢個價錢相對地你話高品低價嘅，點解生激油要咁貴？咁你首先睇翻我哋會員價係1036兩樽咯。咁兩樽嘅狀況，其實如果一般嚟講都食到1個月或者1個月多啲嘅，睇你嘅狀況。因為咧100噸嘅生激果先提取到0.36噸嘅油，其實真係一個好高嘅濃度啦，同埋都係一個好珍貴嘅萃取技術攞出嚟。佢亦都用咗一個叫超臨界二氧化碳萃取技術，呢個技術係領先緊全世界10年，亦都係宇航人先有用嘅咁樣啦。咁所以佢能夠保留最多嘅營養428種營養物質。咁所以呢幾個點要注意一下啦，係啦。咁佢同時都係控血糖啦。得 OK，唔該，下一張。